仲記得你喺愛人面前許諾嘅婚姻誓言嗎？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都終生支持你、愛護你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當回到平凡、忙碌、疲累現實嘅生活裏邊，要實踐呢種神聖嘅諾言，會唔會容易呢？夫婦懇談會每年舉辦一次嘅週末營，參加嘅夫婦放低日常嘅生活雜務，嚟到一個寧靜而祥和嘅環境，一齊重溫婚姻嘅歷程同埋前瞻婚姻嘅路向。夫婦二人懇切咁互相交談，彼此開放聆聽，坦誠傾訴，從而加深咗了解自己同埋對方，增進夫婦嘅感情，以達至二人融合嘅境界。滄海可枯，堅石可爛，只有情永在。